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初7，旧历的11月24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：落车买一个米仔，无甲车的引擎来关掉，这个女车主是连人带车放劫咧走。这代志发生伫高雄，一个小家人啊，甲车停伫路边，落车买一个米一个买好，要来就车。 竟然发现驾驶座坐一个青婚的查甫人，当场心肝头是皮泡菜，但是因为要互厂商的一大条钱都放伫个车顶，都惊这个车会去互对方驶咧走，无顾着危险，随来跳起伫车顶，啊，对方就连人带车直接甲这个车驶咧走，双方就伫个车顶经6、7分钟。 尾啊，这个对方抢走这个小家人啊身躯顶所有的钱了后，才落车来绕跑。也毋过嘛，无互这个歹人逍遥伤久，真紧就去互警察甲绑起来咯。高雄这个女车主落车买面，引擎无进，面买好，回头一看，发现一个青婚的查甫人坐伫伊驾驶座，伊惊一条，赶紧上车。 我给你200块，你下车好不好？200块不够啦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两三这人相称呐！我没有那么多钱呐！啊不，500，快点！一上车，对方连人带车直接就驶走，开始一直驶，双方伫车顶像安尼花6、7分钟。你相信我？我没有办法相信你啊！你钱拿到说要走，你现在又不走，现在是怎样啊？啊，我怕你会叫人抓我啊！我干嘛叫人抓你？我现在有事不要办，我刚买个饭被你抢车，我超不爽的！你先给我下车！ 抢匪一直爱伊莫报警，一直到伊身躯所有的钱拢摕出来了后，才肯落车，马上就走去。警方得到报案了后，嘛伫第一时间抓到这个姓李的嫌犯。是周女，她当天下午的时候是要到林森一路这边购买午餐。那在购买午餐的时候，车辆没有熄火，那于是这周贤啊，李贤啊，想到车上啊寻找看有没有财物。那于是周贤有女子啊听到油门啊。 发动的声音，于是也跳上车辆。那在这个期间，这嫌犯有向该女子抢索500元。被害女车主伫去年12月驶车去林森路落车买面，歹多多趁这个机会想要抢劫。因为我车上很多钱啊，对啊，我车上要给厂商的货款，对，所以我当下的反应是，我很怕我被抢钱，我运气好啦。 对，他不是经验丰富的抢匪。如果是有拿武器或经验丰富，其实真的还是不要上车，然后要熄火这样。加在当时抢匪无抓到，有惊无险。也毋过警方提醒乡亲，落车买饮料也是买便当，虽然讲时间无久，也毋过落车了上好，严禁甲禁起来，门锁起来，安尼较安全。